中南部欠水无落雨，高雄总营着游客发现讲，连池潭有一部分的湖底已经干枯枯了。上届出名的龙虎塔下面的底座也拢看现现。当地民众也讲，将来唔捌发生这款的现象。好佳在伫咧潭中央搁一寡水，白冷圳的活动暂时无受到影响。 即马来到左营莲池潭，满满的莲花开了真水。不过看详细会惊一条，出名的龙虎塔碗潭边仔的所在已经见底啊，草啊发甲规片，鸭仔行伫水底四界讨食，原地藏伫水内的桥墩甲龙虎塔基座拢看会到。有人讲，伊是第一摆看到这只龙的脚，原来是这种模样。 应该是那个水，应该是要浮到那个龙跟那个老虎的，就是脚部的那个地方。可是就是现在它整个基底都出来，就是感觉有点拍照上面看起来觉得好像怪怪的。捌啦，无遮厉害就有影啦。啊，今年旧年都无落雨，较厉害啦，无遐厉害啦。毋但游客感觉奇怪，当地民众讲，虽然以前嘛拄到可汗的状况，毋过拢无遮严重。因嘛烦恼莲池潭无水无游客，因着无生理通做。莲池潭的水主要是靠雨水，因为高雄真久无落雨，规个潭水水位下降有1米，村中央阁有水，会当算储水活动。 中水位是上界深的所在，那大概上界深的所在拢伫咧2米至2米半左右。对，那因为即摆欠水的关系吼，即摆水位吼应该影响有差不多落差论高，然后1米之间，落差1米之间。但是针对我们水上活动，是目前还是没有影响的。莲池潭储水活动，天气愈烧热，生意愈好。即马业者还无讲介烦恼。另外，白冷圳的训练暂时嘛无影响。毋过，大家拢毋忙，天公伯斗3工，赶紧落雨，解除欠水的问题。记者邓家云、赖伟哲高雄报道。